日互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险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迄粒星。 是无相生的命，为着要互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大。 有人伫的无？是啊，有人伫的无？是啊，我水鸡啦，有人伫的无？水鸡，嘿，水鸡，哎呀，谢谢，我才咧烦恼讲恁今日赶袂到位啦。哦，是啊，安尼5、6年无过哦，你愈来愈往上呢。我懂，哦，你愈来愈少年了。不要哦，今日这一个意思啦。明仔搞你手你啦，歹势歹势。对啦，就这样，我来介绍者，介绍者，叫做阿皮伯啊啦。好，阿皮伯，你欢迎欢迎欢迎。去，啊，这个啊，再见，没客气来，家己这两片，再见。哦，袂歹，你看卖，我甲金龙兄吼，从细汉吼就带到伫就对啦，对啊，生意管两个上好的咧，嘿咯，5、6年哦，捌见面啊，遐久啊，哎呀，5、6年啊咧，时间你过啊，真紧，目前你啊侪年啊，是啊，哎呀，志克啊，我甲你讲正经的哦，这阵来我遮无论啊，一直加大几工啊，你别讲我话走就走，我时间我会变面哦。是安尼啦，阮这阵来主要是要找人的啦。啊，若人找着哦，阮才加大几工啊，啊，互恁恁老朋友安尼加开讲。安尼我就放心啊，安尼就放心啊。哎，阿哥，歹势啊，今日麻烦你啊，买菜，我在后边。啊，你麻烦你，这拢台湾来贵宾啦。你好。后边先要感谢你，好，拿好一个，好，真麻烦你了。等一下。收拾起。别无，莫叫苏先生啦，算起来拢家己人，叫我金良就好啦，较惯势啊。金龙呀，我想了遐早吼，我想要来找人啦，拜托你安尼甲我斗下手一下好。这是小可代志，我这本地人路头足熟的，你若有住址给我吼，我就找得到。哦，住址这应该，好，住址紧摕起来，哎呦，看啊，住址伫你遐，就紧摕起来讲两下。对，金龙兄看卖啊，一个啦。我看什么啦？来看，住址来。这敢住址，摕唔对啊？啊，无唔对啦，我著甲阿撇婆讲过啊，阿撇婆都唔相信我的话啦。那这住址哦，哪有可能是真的？无完全啦，对无？阿撇婆唔相信，念我听。无这，那啥？亲来日春我想你，这哪是主持？春啊，阮这地方就无出地有名嘞。是不是快？我等你春啊去。行了，停啊！阿婆，免找啦，一定要当找人的啦。哎，可怜的呀！人叫你地址寄出，你就紧寄出来啦。真正要寄出来？对啦，真正相信我的话？无啦，
啊，你到底是有啊无紧的啦？骗好人啦！紧摕出来啦你。先怎啦？是有无啦？记得你知哦？啊是有无啦？啊？这啥惨啊啦？是安怎？自己放弃的啦！啊！先怎就好啦？好了呀，你甲自己放弃啊？那相信。阿伯无啊，虽然无变化，啊，毋过我知影，伊的心肝内一定足艰苦。若为着安尼，伊的病来发作，看是要安怎都好。好，按今日开始吼，我一定要戒酒的。迄第个我若搁招我啉烧酒吼，甲我拍死我就无爱甲伊啉啊。嘿，对啊。啊，迄张字条啊，100%一定是假的啊！啊，字条啊假，若去找，一定是找无人的嘛。国语有一句话伫咧讲，长痛不如短痛。安尼做哦，反倒转啊，对于阿撇婆啊颠倒好。我一张字条啊芳去了哦，佮芳去了真对哦。安尼唔免吼心闭紧哦，带大家去安尼世界人来说，对。即马无啥物人好烦恼的，利用这个机会啊，好好来耍一个，赞！这路花有水得着。救人哦！救人哦！到底我拄人？去哪房啊？我去。还是一，还是一。是要叫你较早就来啊？歹势啦，是，我无当门就家入来。你是啥物人啊？哦，我叫苏新人啊。你是沙爸查囝哟？是啊，我唔知讲你较早就来啦，是安尼啦。啊，就吼，阮遮暗时吼，风拢足透的，窗仔若无顶下条吼，会安尼算叫，惊迄甲恁惊着，我来修理的啦。修理？嘿。叫啥名？在这里。叫了。哎呀，是咩？无，这古董我留，袂个收，袂个收。无啦，你一定爱拿收起才会使，无我会收。袂个人呀，你放，我袂个甲你收的，就袂个甲你收的啦。少年人啊你，你当你是咧创啥啦？会使啦，无啦，无创啥啦。小姐，你身体有较爽快无？有啦，加好真济啊！多谢你救我命。哈，迄无啥物啦。啊！哦，讲正经，迄条溪的水哦，真正好啉。你身体哦，就爱较保重个咧。哦，人要寒着哦，好寒着哦，人就无爽快啊，对无？要紧哦。多谢你啦，我即只吼啉过金宝茶，已经无代志啊啦。
我添一碗你啉好无？较袂感冒。免啦，你看我这款摕个，海军陆战队的哟。你叫我啉者。免啦，我落来外口走走的哦，安尼就好啊啦。是不是想阿辉的代志，对不对？无啦。还阁烦恼啊？对啦，我打电话转去厝内，厝吼，讲以前拢足平安，囝孙仔嘛足好诶，而且阁足想念呢。真是的哦。妈，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这回晋中考试哦，阁考第1名呢。安尼是真好，阮迄个外孙的哦，实在有义务起来，真熬，我要真熬呢。而且吼，讲哦，画一张相吼，逐工看我迄主桌头前吼，我一直咧看，讲等下你若倒转的时阵要送你，我看爱画了有成无啦。真是的哦。而且吼，晋总讲伊即摆去校读书吼，学真侪新的字呢。等候你若倒转的时阵哦，要甲你拼一下看卖。是啊，我若转去，伊要甲我拼一个哦。我即摆若转来哦，你敢要甲伊拼一个，绝对免输啦。对，妈绝对袂输的。对。是讲哦，妈，你家己身体较保重的哦。虽然讲咱即摆找无雅户，但不过你袂使一直操烦落去，安尼身体是袂堪的。若袂堪的病倒，安尼是要哪找人？佮再讲吼，厝内底人嘛袂安心，对吧？爸爸在顶一日嘛会刺鼻家己啊。刺鼻家己是安怎讲的？害心爱某来大陆受苦啊！狗走伊来就讲几步，你讲你我正来，去讲啥？妈，受苦是真实的，无骗你啊！你即摆答应我，爱较心情放较轻松的，人较乐观的，好无？好啦，安尼我听你的话，安尼唔多好啊。安尼就是我好妈妈。哦，妈，伯，煮的菜哦，确实好食。呀，你甲我学了啦。你若介意食，以后再较常来。哦，对啦，后摆吼就较常来佚佗的呢。是啦。好啦，点茶。多谢。坐啦。坐啦。对啦，可啦。我拄则听你咧讲，你是要来遮找人的，还是要找这人？哦，找阿伯婆来查我孙仔啦，叫做阿辉啦。较早吼住伫咧美洲遐啦，3岁就以后放行咧。哦，安尼甲算起哦，差不多20岁有啊。20岁哦。真是的哦。你敢知伊生做啥物款？唔知影啊，甲知影就好找啊咧，对。安尼你是要哪找？问啊，来用问的哦，我上介绍，我愉快乐可乐的咧，对啊。哦，我咧台湾哦，是咧做迄走道的。走道的意思你听有无？走道。走道是啥物意思？走道的意思哦，就是每一道拢爱甲问。是要问啥？爱甲伊点菜、切刀啊、收盘、算数啊，对无？来，我即摆表演一个互你看，看好势哦。好啊。这位阿伯请问你要点什么吼？这位姑娘，这位小姐，古水迷人可爱小姐，请问你要点什么吼？我。你讲啊！你讲。我上爱啉迄个青草茶。哦，青草茶。青草茶一杯。无啦，阮这餐厅无你卖青草茶啦。哦。那我是要点啥啦？我了后上介好食就是迄卤肉饭。卤肉饭。好啊，那呢我就点一个卤肉饭。卤肉饭一碗。卤肉饭一碗，顶头加一粒卤卵，搁一碗菜头汤。来，卤肉汤讲香，保证互你食得到地方，皮肤幼绵绵、白毛毛、水当当。多谢，谢谢。好啦，你真出面呢。无影啦，大家都咧讲啦，吼，
我这款的个性就是安尼啦，爱讲笑啦，安尼改拢改袂起。安娘喂，哦，迄规个砖头哦，大细汉人看着我可人的哦，逐个都甲我学了讲我咧做了15、16岁尔啦。后壁，别说，别说，你不要紧无？我听讲你搬溪口落去，你手要紧无？阿哥，我无要紧啦。对啦，拢是靠拉哥哥救我的啦。伊哦。哎。多谢你救白雪。无啥物啦。我姓陆啦，名叫做建国啊，你叫我阿公就会使啊。你姓陆？嘿嘿。我的名叫颜六。安尼也拄好，你的六伫咧头前，我的六伫咧后壁。安尼啊喂，以后都有头有尾安尼，有缘，真的有缘。别说，无阵来请一个医生来甲你看好无？阿哥，唔免啦，我已经无代志啊，多谢你。嘿啦，无代志啊啦，拄只吼有啉要叫我茶落去啊吼，无问题啊啦。爹，妈，我吼，我都互恁请饱吼，我来走啦安尼啦吼。无啦，还佫足早呢，才9点外啦尔啦。无啦，爸啊，我吼，这所在较无熟咧，即摆已经，你讲9点外咩？我来走啦，无伤暗吼，等找无路倒转来就食啦，对无？小等下啦，小等下，无嘛啉一杯仔茶才走。我食遐饱，你看这件多啦，茶嘛有啉嘛咧，有啦，真正食足饱。爹，再见，我来走。我也较少来咧呢。我莫勉强你啦，吼，你若有时间，才较早来佚佗咧。会啦，我一定会来，吼，我来去。哎，可乐嘿。啊。可乐嘿，你若有时间，一定要来看我，我就要听你讲话呢。会啦。你讲的哦。我一定来啦。你讲的哦。高手指。真心付出有偌大？唉，妈，免搁等啊啦！我看吼，毋知当时才会倒转来，外面落水才重，要休困啦，吼。唉，你出来！可乐的啊！你较差不多的啊！你出去遐尔哪久？反正是你发生啥物代志？我妈一直在猫猫看，你知无？哎呦，9点外啊！9点外恁还袂困哦？困？你是走倒去啊？规暝拢无看人，我记你失踪去啊！就是安尼讲，毋知走去倒位，安尼害人找到伊死，安尼烦恼干呢？烦恼？免烦恼啦，我这个人敢会放弃哦，对无？把迄个遐大个。我你是走倒去啊？这也毋是市内，敢无讲啥物好的物件，互你看甲你戆去，袂晓人转来食饭。美物件，好有意思。阿妹婆，你话内底坐，我豆啊讲互你听。行。是不是啊？我这我死救一个救一个。是啊。我下晡伊咧徛边咧佚佗的时候，向上听到徛在中央，有一个查囡仔咧看救人啊！迄个时阵哦，你讲啊？小等是啊，无啦，你小等嘞，这要小等嘞啊！讲话讲一半，你是做啥啦？小等，好啦个，你准头是有够济呢。安怎啦？迄个时阵哦，我从来救起来，我看伊咧规身骨咧淡薄都伫咧。皮皮刷，我从来揽的，敢问我叫做什么名？伊甲我讲伊叫做白雪。我从揽的抱转到因兜啊，因兜的人对我偌尔啊好，总办一道偌青草要请我了。我讲袂用的啦，无论安怎讲叫我一定要做我食饭啦。我总无简单豆豆啊，食饭饱了哦，我毋知到这个时间倒转来，安尼啦。我你讲你是要听无啦？好啊。好啦个呀，莫搁铁落呀啦！猪哥我也毋是咧毋捌你啊啦！你根本哦也袂晓收水啊，哪有可能救人？是咪你我袂晓收水？哎呦，我袂晓收水就对哦。就对啊！凊彩讲讲。妹妹，出来，坐，我讲互你听，这针种青菜
拢听你在讲，听你讲，是啥物精彩啊？好，迄个时阵哦，当紧张、当危险、当刺激的时阵啊，我强强个找到一支竹篙，将来顺利来救起来。啊，人救起来。哦，吼吼，阿พี่伯啊，哦，咱拄仔伫正咧找人哦，哦，啊，迄个紧紧的哦，偌热情呢，有够生意的啊，讲要硬送我这条菜瓜啦，啊，我吼唔甲体是歹势，尾后吼，我才从我摕5块货呢，这条菜瓜哦，等下大家用暗煮菜瓜糜来食。好啦好啦，阿พี่伯啊，啊，咱拄食了迄种哦，好，安尼找几无久哦，找无人啊是安怎啊？要安怎？你即马心肝内要想讲，哇，紧转来泡茶较好啊！惊啦！啥？入来啦！阿พี่伯啊，你人无爽快吼，来食柑仔。多谢多谢。你今日人真忝少，啊，春兰呢？春兰姐咧？啊，就去灶骹在煮菜啦，倒下手。灶骹煮菜啊？你是安怎是？啊？你敢有囝？哦，哪会无？我4个查某囝的呢。4个查某囝？哼，哎，4个查某囝哪有可能？对，阿พี่伯啊，我问你哦，你较早生查某囝的时阵，敢无想讲生一个后生？有啦，少年的时阵，我嘛想讲，看会生一个后生无？要毋过吼，我查某囝一个比一个搁较大，一个搁比一个搁较有效，啊那生查甫查某，哪有差啦？哪会无差？人大人嘛要伫后生，谁人要伫查某囝？